谢妹碰着台阶子阿四，一看嘛熟悉的，因为曾经大家来邻家吃过一只好子里的饭，所以说还是半个自家人。阿四看见是谢妹，嚯哟，那是不得了！为啥说我喂，你不是别人想我来个请求，你都要好生看待。不晓得旁边个夸子阿三两记耳光拍身子，那是你拎得清哦。已经由派出所送过来，拍马风扇一人看待。阿四在问谢妹说：“谢妹，你那我弄得了男妇女妇女，一个子到改个上花来。”谢妹就拿李凤春失踪搭赖太太的事体毫不托出。阿四一听原来为之说说先生李凤春的事体，那么大力太棒。说谢妹啊，我不晓得这个14人搭赖太太与谁讲一人关系。但是现在事情来了，上头已经晓得，你要叫我帮忙，就无从帮起。因为每个行当侪有行规，像你青帮还有帮会，所以现在叫心有余力不足。不过谢妹来说，我弄不懂着，你都帮个啥体帮一个14人，14人不同的个呀。说谢妹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虽然14人没啥不懂的，但是这个14先生与众不同。你红片上海滩一多少个市民，这批听书的人才该懂的个。如果努力帮他，这批人要想办法拿赎金出来说，所以你呀是一块肥肉。那么说现在一句话懂的可以说，风尘先生上头规则不多不少，10根金锭。谢妹一听10根金锭，瞪着眼他说：“喂，你别来，我不能解决问题，你快点走去准备土地吧。”谢妹想的确，等了该打着无济于事，这样，所以临醉之前没得拿着一张电话喊对。阿四送到门口说：“谢妹啊，来他们这，对不起，当上再好，几个钟办岗务嘛，就身不由己。不过盯着那上，既然追3天。3日之内赎金不得，所以要4片。谢妹听见4片2个字更加心急。现在一面追，一面辣浪想，能够拿得出10根金锭，眼睛们里头有一个人，啥人？邻家的大三样。但是你拿得出，不等于肯拿出来，那谁说你肯拿出来？他就有时拘不得情况。啥天嘛？哎呀，你回了上海，来了国外做生意。谢妹想，风尘先生死最后的人我也不熟悉，一塌瓜子只认得一个叫单先锋。那么你哪位认得单先锋？李凤春失踪过后，你曾经到邻家劝过赖太太见过一次面。那么啥看吧，倒不是请你来商量商量。所以谢妹回到屋里搭赖太太讲，赖太太说：“那么你快点打电话。”谢妹对得来点点，摆过来，打电话拿起来。请问，你也是单小姐啊？哎，是个呀，你啥人？我谢妹呀。哦，谢妹姑娘，你好，还有啥事体讲？今朝来太太请你过来商量凤春先生的事体。哦，不过如果说到凤春先生也好的，有实力的，你也见过不一代了，人都好办事。单小姐啊，这点来啊，谢得在。那么已经电话挂脱，谢凤一动脑筋嘛，一想有这，搿么想想头一生，你是啥人？你欢喜听李凤春的书的，搿么请你帮忙吧。那么已经拉起电话打拨了头一生，可惜你不努力想，但是没办法。第二个电话打拨了张莹莹，搿么张莹莹是啥人？是个妓女。说是张莹莹是外地人。从小屋里穷，被迫无奈，马进上海自由，所以高粱上不到正宗的上海话。因为你从小还好，刻苦用功，但是经济事务侪会改。我把面孔表示来得个会打扮，所以该点年数下来，辣上海滩名气蛮响，是个红妓女。虽然是个妓女，但是你呀，骂女不骂身。这种妓女一般听都听不懂，但是今朝单先锋一讲嘛，一口答应。为啥？
一直来，你欢喜听李凤春的诗歌，二人之间嘛，你对个李凤春有之爱慕之心，所以电话过他马上领家而来。赖太太看见两个姑娘的，觉得来熟睡无常。那么三个姑娘安慰说：“赖太太，别急，绝不能解决问题啊！现在你要商量冯春先生的事体，关键的关键，商量是没辰光的，弄得不吃一到天亮，难在点就困吧。”太太想的确，葛么说你到肚皮我叫阿姨嫂点心，大家头得来点点。看赖太太进房间，房门关下。收拾小妹蛮把戏，特地过来打点好一支蜡烛，旁边摆好几根白儿服用。随后过来电灯关脱，上天嘛，哎呀，赖太太在房间睡了客厅旁边，虽然窗帘拉黑，毕竟灯光强，别影响你困觉。现在三个美人辣辣烛光之下商量二人李凤春，小妹先开口。邵小姐，张小姐，今朝请你到来商量冯春先生的事体。今朝我日里向一股子已经到青帮去了，冯春先生拨了个屁，报废报脱着。现在离到开价有10根金钿，我讲既然只有3天，3日之内动地拿不出，所以要4片，所以请你到过来，大家商量商量。先锋，听我小妹搿番话，心里向相当震惊。世界上该个称呼发得了，于对量，于魄力，对声唱后乐。外加内当中事体，调查得来真实为讲清清爽爽。出于好奇，回过头来对着小妹姑娘，上下举身来海看，一看嘛，年纪轻了，17、18岁。外高头浪向一排长刘海，一个美美上个长辫子。搿只面孔不加半点虚色，正所谓叫神见神爱。那个对里茫茫，年纪轻轻，自家要会成功，啥个力量让你买自家头戏呢？哦，再想对在，有句老话叫为爱牺牲，为爱死。阿伟得里心里向还欢喜李凤春。假使此番拿李凤春举出来，自家一来爱的举之本钱，说起来呢，我为难分不够深。哎哟，小凤姑娘想得该得有点酸溜溜的啦。那么自家说起来，你是我寻的啦。不过再一想嘛，哎呀，自家嘛有自家，小凤啊小凤，你啷想点啥呢？说是人家根本没搿种想法。此番为点啥距离凤春，回来回去为之烂套套，你晓得自家想人家的，自家管家自家反倒想。张小姐，刚才小妹姑娘讲得蛮清爽呀。那么现在你三高头搭改得来，还是想想办法。我看自家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倒看哪哈？收拾个张一英但是领告，未分开口。你想先来听听情况，默默低改。听到现在，心里想想，我是啥人？是个听客。听客听得来，连得14先生屋里向事体，还要来等我商量嘛？那么真正叫来听客噻。不过我还不能够受了海不想，是个，让我来讲他2、3吧。小妹，小凤，今朝什么那看得起我？叫我一道来商量哪能救李先生的事体。我辣上海介许多年数，搿上海滩浪事体，我还有眼晓得个啦。上海是一只大人家，对个，三教九流的人无奇不有，迭种流氓阿非不像人。伊拉不靠迭种能下山来的手段么，哪能有立足之地？伊拉不靠住了说么，哪能生存啦？伊拉开价10根金条，阿拉听听是老高啦。但是对搿批绑匪来讲，真正是小事一桩啦。是呀，哪想啊，1根金条300克，现价100块大洋，10根就是1000块大洋。
那听说吧，上海顶大的企业家用德生先生办帮票，开价$100万。100万的啦！位于周日大王、五军大汉，位于迭种巨商的儿子，侪被伊拉包票过的啦。不过伊拉呢，最后侪被赎出来的，但是也有交付出赎金最后撕票的啦。所以阿拉呢要多方面考虑。一方面，阿拉要准备赎金；另外一方面，阿拉要想其他的办法。㑚讲对伐？张先生，你讲得对。今朝回电上侬来请得来，你要晓得个，你见过世面个。那么现在冯春出事事体，父母难讲呀，侬心里想急是急得来。张先生，那么我也晓得个呀，你不是别人，平常欢喜听冯春的书，你是世面，我讲你是村面。现在冯春出事体，你夫妻的看拉铺，看里死了海哇！张先生，你讲阿对着？哎哟，冯春个，听了啦是肉麻香啊！咁呐，到底应对不理？哎呀，搿李凤春先生出事体嘛，老实讲，阿拉个心里侪老急个呀。是个呀，不过阿拉个急呢是官察急。不像侬邵小姐，侬邵小姐两样的啦。侬是一个未婚妻，侬看啊，侬个称呼就和阿拉两样的啦。阿拉是李凤春李先生，侬是凤春。哦哟，肉麻嘞！搿么今朝闲话当中开点引头，三王也听得懂，哪会得不懂呢？说书办模团个呀。葛么今朝张英实讲说也有道理，我自家太清热在呀。李商人，你是冯春的粉丝，外加我也晓得你对冯春有爱慕之心。今朝我当着你的面，冯春长，冯春短，难怪人家不适宜。葛么该种场面浪向，我阿一张哦。不好长，谁想到给他对人的发现，此时风声雨声。风狗是
红粉手青勾妓女子口勾口气手指今人扎营三朝青衣是非为生意下去李凤城为内之中几真心我须道侣莫得心十八下去更压紧姐妹们一里细细人生也够深。在至于罗定大门，回高头来对上张英先生。张先生，对不起，刚才我不应该说冯是出口门，写得不灵，马上补流动。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漏掉了李是应该是李凤春先生。你看看，为这个称呼斤斤计较，为让争风吃醋，那么啥个？我们来错开嘴巴。石小姐啊，张小姐啊，刚刚我辣浪想，现在有实力喊句冯春先生的人侪不辣上海，所以你三家头快点同南京想办法，准备赎金。搿点头名绑匪，黑心黑皮，连多少人动地不认人个呀？现在有只动地人子，随口用侬冯春先生说出来。再说金钱万能，你都讲啊对。哎，小妹啊，对个呀，所以要有动地嘛，任何事体侪办得到个啦。是个呀，动地落。哎，我讲实讲吧，你三家头有句话动地，就加句话动地，维持公正，下达凭据，你都看哪哈？大家一听，搿个办法蛮好，所以三个姑娘辣浪东南京想办法。每个姑娘追冯春侪有自家的目的，葛么西妹啥个目的？收拾西妹当然一，敬佩搿个硕士先生，为人忠于一点一挖，二人之间不一点江湖邪气。三则来最关键是维持搿个邻家的赖太太。收拾赖太太第二个儿子归身生毛病死，赖太太痛不欲生。哎，自从看见李凤春，赖太太两样。双天嘛，但是李凤春张面孔，搭赖太太第二个儿子长得了一模一样，三个一张硬板里刻出来。赖太太看见之里，认为的舒畅结棍。但是现在李凤春绑架了，万一有点啥三长两短，赖太太再要失之之痛。所以维持这个邻家的赖太太，先妹辣浪想，我随便那还要想办法，拿硕士先生李凤春救出来。所以对神的不想。
神能行。常当为他的风神心不息，为子为神风尘弥漫，一步也能哈比那鬼神做事来为家门。一得家主心悲切，谁做公鸡是亲生，太太他送子呀这不下身。那之下没地风度风云比，红蓝白太王爷，他们是看出了手也真能人。太太本听心家侣，谁知我邻家是女中命令，想方设法去奉承，意思是把得太太的养用上一的在他们前高，神说来推身，哪怕是破财财富也不爱人。想了一面想一面辣浪想，当初自家弄不出叫我大点人子，你主要是为人家辣浪精心策划。搿么三凤那哈了，心里想急是急得来比任何人急。李凤春少年，我未来个三个人呀，所以才对于顺的不想。唉，世事茫茫，举身难。往事历历伤心，青梅竹马故乡里，离水之女去等待。送风又入太平山，一步未平一步来。水开营上里，可知水心该。十里大圣赤龙带，而今是绿马，千丈与天行，千古
要现在为谁？这抓提起几为我，我的命中只听雨后。我须斗绿，莫卑微，开来命中在于爱，我是不牛天来，不牛。并不来，首先让大家讲自家管教自家，不要急，不要慌。这一想没单是原则。那么现在距离凤村算是没大的，那么耽误自家明朝天亮排队书上来被亲戚帮忙，侬演出个家的来啪啪用上，一家人美至极。那么啥原因为啥要救李凤春？李冲举俩只不过是一个书迷，但是你对个李凤春有爱慕之心。但是这种感情，你仿佛在台面上想的，所以只能够阿拉心底里。
那是也没救李凤春，只为是领导来讨他个关系。三凤打李凤春，从前青梅中。那么我打李凤春，富哥，我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虚迷。我是完全为此爱慕里的女人。来说讲，十根经典，我有这个实力。今朝是个那李凤春是我的男人，非讲十根经典，我哪怕倾家荡产，我还是心甘情愿的。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桩事体啊！非将来弄得了人财两空，我要为自家的后路想一想的。数十三个姑娘，上半夜刚刚睡500一点困意，现在下半夜了，再加上最近夜里向大家忙忙碌碌，所以现在只觉得个眼皮松的了。哎，但是不多一些，3个姑娘不知不觉进入梦乡。小妹眼睛一闭，马上出现两队上这个一马军队。陕西人人西路，阿兵也以身上相距的看见的浑身发抖，拿自家身上3月的棉背心脱子下来，前瞧一阵狂风。小妹看得该大，为得浑身一凛。小凤也辣梦头里想，只看见自家辣死口，18人拿李凤春绑夫人上，马上寻一枪毙，自家就快头把只哭醉李凤春。小凤哭得来真是为家，泣不成声。张莹莹梦中辣辣苍醉时上，受了第3包，听李凤春说事，前恰听得灭军风向肉菜神风，肉菜姑娘请侍卫来吃药饭，一只干椒碗里向有个烂个李头，侍卫来第1块5烧下去，5头分动；第2块5用力再一烧，搿5头成就分烧开。搿只干椒碗70分量，辣辣台子浪向打转，呼，搿侍卫来是好啊！想想我穷死的了，连得个5头30个水里我不拨我吃，所以块5毛针台子浪向一抱，对准是个5头，突突突，小鱼儿，竟该鱼肉斯文，真是气宇此理。但是吃药饭，为得打个5头菜香木，张莹莹是听得了笑出来。说是小妹狼心，小凤哭声，张莹莹相信。 3个姑娘眼睛张开来一看，日语数字，夜语数字，原来辣浪中学。不过想着刚刚自家写搿张纸，所以3高头齐口同声：“哎呀，我搿两个经典了。”但是数字算出来，每人2根，3个人共中6根，李淑金会上4根。现在6根经典不见，3个姑娘哎呀这个了，哎呀！ 呀，我张纸头呢？纸头呢？大师小妹眼睛睛一看，哎哟，台子上有一张纸头，张先生都看，哎，台子上有一张纸头，对，看，哎，3个姑娘到台子跟随，对准纸头上一看，上头写的清清爽爽、明明白白，10根经典做归山，高女人引路内，大龙进西红手举，乡村乐趣一人担。说君喜。